大家好，今日嘅影片分享可能只適合於外國居住嘅觀眾，冇街市唔可以講老闆，你俾嚿靚嘅牛肉我啦，要嚟炒嘅。住埠仔淨係得西人超市，點樣先可以買到唐人街嘅炒牛肉呢？或者你響西人超市買到啲牛肉好硬，點樣處理令到佢有改善，食落口唔會掠返出嚟？今日有幾種程度唔同、品質差嘅牛肉，點樣處理改善？呢一種炒牛肉，相信好多華人都買過，響華埠超市買係叫炒牛肉，如果響西人超市買就叫 fan steak， 相等於華埠買嘅炒牛肉，出名淋滑，用生抽、胡椒粉、粟粉醃就得啦，煨埋硬炒都好食。呢一種冇咁靚，差少少，可以睇下啲紋路。有彈性，肉質都好鬆，容易改善。另外呢一隻比頭先嗰隻又差少少，可以睇得到肉質比較實，切片炒唔特別處理，食落口好硬。嗱，依家就可以睇得到同頭先嗰隻肉質嘅分別。呢一隻最差，成嚿都布滿大小嘅筋，好硬。唔係拍片做示範，我平時唔會買。西人通常都用嚟燜焗，做唐人菜式切片就唔係好適合。但係買咗，今日我做示範都係用佢。牛肉硬處理要切薄片，你睇下幾多筋，名副其實嘅黐筋，黐住好多筋。用多一啲嘅清水浸30分鐘。依家已經浸咗30分鐘啦，要清洗。洗嘅時候要搓下佢，好似洗衫咁搓都唔緊要，咁樣先至可以令肉質嘅纖維鬆開。每一次換水都要重複洗嘅動作，沖多2次水，盡量去清血水。呢一隻咁劣質嘅牛肉，經過處理之後，只係可以改善到70%，先前嗰2隻可以改善80%至90%。我呢一個做法只係盡量改善，買到嘅牛肉冇咁差，改善嘅程度又會好一啲。已經換水洗咗3、4次啦，要揸乾水分。用一啲粟粉醃下佢，等佢滑一啲。粟粉嘅份量視乎你牛肉有幾多。加咗粟粉之後，撈勻1分鐘，有少少黏手咁就得啦。辛苦晒，可以唞下啦。放入雪櫃2個鐘。雪咗2個鐘，臨炒之前加一啲油鬆開。唔好加味道，加味道可能影響佢嘅淋滑。煮熟80%先調味。興熱隻鑊落油，用中大火加啲薑片同埋蒜片，好似普通咁兜炒，直至80%熟。80%熟之後，可以加你中意嘅調味。我加咗沙茶醬，可以加返一啲鹽，加返一啲糖，加乜嘢隨你喜歡。你用經過處理嘅牛肉片炒乜嘢都好，都要炒到80%熟，然後先至調味。炒好咗要嚟做乜嘢？做下午茶餐咯，
已經拍咗大半日。你炒好咗之後，可以配合其他嘅食材。建議買啲靚嘅牛肉，唔好買啲質素差嘅，多功夫麻煩。買唔到就可以參考我嘅處理方法，睇下有冇改善。有興趣可以嘗試。片尾有廣告，希望可以支持一下。多謝收看。